生啊！哦哟，你是为啥？你为啥？嘿，我娘！不是啊，等来等来。不是啦，什么等呢？你徛车请我过。喂，他们队员你来啊！来，大声讲出你是什么队？阮是月白参加队，自我介绍。我是张玉洁，我是张静武，我是李品颖，我是谢一安。真赞，阮咧无用，你等看者。啊，既然吼尊弟嘛无来啊，无吼，咱就甲因做伙耍啊。哦，好啊，来来，啊，毋过啊无纸呢。无纸袂要紧。对啊，你好，敲落敲落。白讲，我即家一定要赢啦！等，我吼我要请我的救兵，你若甲我斗三工，好，我一定要甲赢过去。我甲你讲，你今仔叫什么人来哦，嘛是共款你会输。我才有请军师来，你甲我话头一个，咱是话个。咱是考啊，搁有无？搁有来。换你。来。袂当输，袂当输，袂当讲，袂当讲。来，爱话倒，爱话倒。哈哈。哦，来，来慢赢。哎哟，毋过吼，我甲你讲，感觉太阳队员哦，因真正足好诶，搁有甲阮斗三工呢。甲阮斗三工袂要紧啊，也毋过哦，你的图我甲看做，我大概拢甲你看出。后一局每一局你拢是会输，我会赢。再来话。尊弟，我跟你讲，这届探险队拢实在有够优秀诶，我一定会当摕到宝藏哦，诶。莫去摕宝藏啊！宝藏要抗议啊啦！啊，是哦。红小姐袂大个，啊你创啊？等，我会讲，我做关键诶，我要赢，你先莫讲话。我看是这。好较济啊！对。等一下，按照。恁即摆恁是甲桌啊当作画布伫黑白做，嘿，船仔顶的公文是会当安尼，互你黑白母的是无？无啊，你尊弟也无传几张纸互阮算啊。无纸是要安怎算？我搁要传做互恁算。好，小朋友拄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敢会当甲阮讲一下？伊甲因咧算，迄考册啊。看册啊。车啊，啊算甲无做无纸，无纸啊，结果咧，伊就地桌顶咧。伊就画画桌顶，啊，毋过头一个话是因。像有话来，像有话。像我的野手。恁搁对因做伙算，手恁无甲因动，恁搁加入。对，小朋友，我甲恁讲哦，这船仔顶的倒啊，算是大家公家的，咱应该发挥这公德心。啊，若是物件歹去啊，家己无法度使用嘛，去影响到其他人。我想要请问一下，恁敢有伫咧学校还是厝内有迄公物啊，互人破坏，啊，你都无法度使用，啊，你的心情是安怎？袂爽，就袂爽嘞。袂爽，就袂爽。啊，你是啥物件互破坏？我去图书馆借的册，啊，对。有诶，你借的册啊，有诶内底拢有连鼻屎，拍袂开。有诶。我甲你讲，有时阵啊去风景区古迹的所在哦，啊，就是有人会写讲迄到此一游，啊，虽然这物件无害去，啊，毋过嘛去影响到其他人，这嘛算是无公德心的行为。是啊，对真正是啊。安尼哦，歹势啦，我以后我会爱惜尊顶的每一个物件，啊，搁有哦公共场所所有的物件，我会爱惜甲保护。歹势啦，我做这种代志歹势。啊，毋过大家爱注意哦，千万袂使搁破坏公物啦，知无？知。哦，照今仔日即件代志看，村长，你就是一个足缘投、足有同理心的人。是啊，我就是一个有同理心、搁缘投现老啊村长。好，拄好。我一个要求，就是我想要摕宝藏，所以你应该好多理解我想要摕宝藏的心情。我当然嘛通啊理解。啊，话讲伤紧。好啦，说去啊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来自闭啊。主编啊，破山心灯，我说的是对。好啦，就互你来摕宝藏，准备好嘞。好啊。来，准备就赢了噶。叫阮的名，尽管是新喜爱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
看阮叫到倒一个，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红呢。好吧。小朋友啊，今仔日要甲恁考验的主题是三 C 产品。哎，哎呦，来，恁头壳顶的字是啥物字？大声甲念出来。电脑网络电脑网络。忙哦咯，，你有介算电脑无？有有介录手机啊无？无哦，无哎呦，有人无呢？那无哦，你啊无呀？啊，你平常时咧做啥？我拢看电视啊，看电视啊？看什么电视？ ，YouTube，唔是啊，看什么电视？看什么电视爱你，爱你。我想了不起。多谢多谢。这个唔是迄啦，歹势你摆迄啦，混唔对唔是迄啦。哦，对恁来讲应该是袂介困难，恁就尽量讲哦。啊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拢总有15尾鱼啊。哦，你4题通啊摕到1块大片，8题就通啊摕到2块大片，有了解无？哦，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出题啊！来，闹，邓你是谁？卖闹啊啦，哦，来来，哦，第一题，闭电，电，哎呦，智慧手表，智慧手表对，我看头前哦。好，看头前。 WiFi 分丢阿爸，这是 bonus，竟然知影这，分张会知影，头前。电脑，哇，对，赞哦！哇，这组台语有厉害哦，哎呀，我看这里也来，你莫弄那个电视机哦，电子册，电视册对，哎，歌哈，不乖，哇，电，来，监控笔，哇，拜，先话一点先话。哎呀。哪个？哇！剩小妹一个，一小妹一个。哎呦，加在，好咧加在。那我加油！哎，那我来，头前。无线耳机，不可能，这厉害吧？第一题安怎念？闭电，闭笔电，就是咱来讲的笔记型电脑，嘿笔记型电脑。啊，恁厝的恁家己敢有笔记型电脑？无无啊，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无。啊，还有咱的 bonus，哇，一个手就互恁安尼读出来啊！来，大声，佮甲大家讲安怎念 WiFi 分丢阿爸， ？WiFi 分丢，先我是分丢，分张啊，分张就分享，用哦。嘿，分张阿爸，分张 K 啊，袂用的。所以我今日要学到啊。哎呀，来，恁两个讲一个， WiFi 分丢阿爸，真好。拜拜拜拜今仔日恁嘛甲阮教一个啊。好啦，哎呀，真厉害，8分，2块大片，佮加上 bonus， 3题请摕啦。伊去，互伊去摕来，大声念出来，你摕什么哦？笔盒，笔盒。 3张哦，哈。妈祖鱼，好，再来。欧望城，王城，王城。哦，袂歹哦。这台语介标准哦，啊，随便来加，好吧？赞赞。到一个手3块大片就无啊。第一关呢？轻轻松松。来，第一关边下呢。蔡少红口斗，来，第2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总讲一句，2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啊简单。哦，未来确实会囡仔兄。你看人家咧徛甲每一个人拢足挺的有无？对啊，而且佫有淡薄严肃，严肃。那亲像要倒来一款什么款的无共款的表演，根本是跳舞，敢袂是跳舞？根本不是。无你是
什么？啊，本口琴哦。考起的。哦，你口琴敢有准备好啊？有。好啦，你随时有表比你来演一首歌曲，互阮感受一下好不？好。好，哦，经典的歌曲，世界名曲。世界名曲。非常经典的一条台语老歌对不对？ 《望春风》。好听哇，这是呢。林武贤老师做的曲，已经离即摆已经90几年啊，哇。非常无简单。我有讲对无？哎，这首歌曲是蔡尚燕唱的《有影》。啊，是讲你练习偌久啊？ 沙缸，三工，阮甲恁讲甲安尼，练三工就，哇，安尼真厉害。好，安尼刷来就要甲咱来算做句的游戏啊。哦，甲动物赶登去，爱做句，了解吼？安怎来摕到大片呢？两题通啊摕一块大片，三题拢过就通啊摕两块大片。来，请就位，要对倒开始。安我啊，哇，这上歹赶登去，你要选伊就对啊。训哦，好，来头过心就过，准备接招，引来噶！开始，开始，开始啊，手啊较会较悬的哦，会较悬，才飞较远啊。袂使拍掉哦，啊，较低，轻轻的，轻拍头较嘿，对对对。来，较轻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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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紧，来，第一题目安怎？上无安怎？若是无食着早顿，上无嘛爱食着中昼顿。啊，对，标准噶。他速度较紧哦。哎呦，哎，袂使拍掉哦。拍掉灰啊！灰啊！我这灰啊有甲九九呢。阿辉啊，看医生讲拍着，较轻的，较轻的，较轻的。豆豆来啊哈！好去。快起你，快飞起来！其实吼，咱时间够有的，咱买当选别只啦。快起来！来，袂无，坚持者，有要给。别搞，好哦。我换安吉，换位。啊，你讲要好，哦。啊，这个，规日因安尼坚持就有三工啦。对，阿花啦，阿花啦。好啦，袂使拍掉哦，拍掉扣1分哦。换啦。好啦，快跳起来，快个跳起来！阿好，阿好，阿好。跳。有无？阿花啦，你有跳无哎？啦，对正门啦，袂当行偏门。哎呀，无阿袂入去的，你伫门口口丢毒。入去啊！来，来，请便讲。当甲老尾顶，我伫老尾顶食便当。好，会用的过，来过来。继续。时间够有1分钟哦。 1分钟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伤大力啦！你敢知影行马？行马的轻轻啊，会才会赢。好啊，请讲。是安怎，也是安怎？是要去做卡食饭，也是要去客厅看电视。水。所以，会关是安怎，也是安怎？头先你会无机会讲到，哇，恁两个表现一下。伊是校长，也是老师。哦。伊的身份大家拢唔知影。对，这啊，毋过品质头先讲的我讲的这个方向较好啦。就是你有丢毒，还是讲你有两种受法的时阵，就当用夜视。好，哇，非常的厉害，三题拢叫侬摕去，两块大片车摕啊，什么去？一个人来退就好。一个去摕落啊。摕到啥大声个念出来。五百哦，背哦，会哦，啊个有刷杯啊，刷杯啊，来打起你。够高水。哦。哇，已经5题啊啦。哇！好，真紧，要来到上尾关啊，一定要秀起来，准备接招，来个！啥人无同款？这关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
甲别人无同。虽然形容家己地梦了后，最后甲迄个无共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，很险对。恁讲阮这干巧啊？我是讲，恁讲有阮这巧啦。些人无共款，哎呀，今仔日阮派出的是咱的洪小姐。今日有信心无啦？他都要恁甲我讲安尼，我就无信心。袂使啦，咱较坚强的，因为哦，因三个人对咱一个人，安怎摕大片的？就是恁若赢过阮1分，恁就通啊摕1块大片；赢超过2分以上就是2块大片。有了解哦？哦，好来，先抽牌。来，噔噔噔，袂使叫边个看到哦，绝对袂用的。真那亲像咧考试共款，绝对袂使叫边个同学看到。好，啊插起你哦，哈。看好了后，就通啊甲插起你。你甲我讲过你的是啥？袂用的讲话，附近的边啊、小隔壁拢袂使讲话。即摆要来哦，些人无共款，第一轮第一位，请讲。伊的声音足大，伊的声音足大。赞。第二位，请讲。看起来足水的，看起来足水的。哦，就我讲的咧。哎呦，第三位，请讲。伊是长长的，伊是长长的。来，上尾一位。来，上尾一位。伊有足侪色，5花10色。伊有5花10色。袂歹，第一轮每一个人所讲的，我感觉拢非常的标准。对，第一位讲的，伊声音真大。声音足大。第二位，看起来足水的。第三位讲的是长长的。真讲的5花10色。好，好，小想看卖啊，整理一下，咱随要来进行后一轮。来，第二轮，第一位请讲。足危险的，足危险的。我感觉 OK， 会当有算过关，有算危险。第二位请讲。过年的时阵会用。这个答案我有介意。第三位请讲。伊爱点火。啊，点火，安尼是哦。会用的哦。点火。爱点火哦。足近的枪。好，来，静，你是咱这桌上尾一位讲的，请讲出你的答案。伊会当摆足侪形体。哦，摆足侪形体。对啊。对，会使。这会用的。摆足侪形体。好，第一轮跟第二轮，第一位伊讲的是声音真大声，而且真危险。第二位讲咧，看起来足水的，而且过年用会到。第三位讲的，伊是长长的，而且爱点火。啊，阮真讲的是讲的，伊5花10色，而且呢会当摆足侪的形。到底什么人无共？来哦，准备哦。想好啊未哈？好，来，些人无共款，来个打给你。啊！差嘛，伊袂晓算，差嘛，赞嘛。是我啊。你靠钱啊！你我来讲。好，来，小啊，要来公布，有3个共款的是烟火，烟火，嘣嘣嘣嘣。唯一无共的是炮啊！哇！来，炮啊，请举手。3号。恭喜哦，炮啊！放炮！真正是有人要流目屎，啊有的人嘛足绝地放炮的。来，咱来先听看卖约到的人好啊。是安那？你知影是3号是甲恁无共的？因为伊讲足长的，等哦等。啊2号咧，你安怎想的？伊讲长长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主要是这个长长的哦。嗯。哦，啊你哪感觉是4号。4号甲你无共？因为伊讲有真济形体。形体。啊，因为炮啊大部分拢是直的啦，无就是一块一块，像伊讲一块一块一讲我好安尼讲捧，好啊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你靠钱水啊啦？嘿，真正无靠你薪水就会用。第一个我是想讲，可能是迄个大炮，
因为啥物做大个个危险嘛。哦，你唔免解说啊，你就是靠钱啊啦。哎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哎你就是安尼。又国叫红不让，感谢。两袋大皮来，请提，请提，紧去提，紧去提。你提这下无送，你去提。大声念出来，你提啥全部提去。全部提了了哦。来，这个高秀带来感谢。大家做啥？手干嘛？手打你会当刷落来。是嘛？头先是毋是第一个野手讲会算？对，自信满满。来这等你讲。一个以啥物？啊？仙女棒。抛啊！跑。跑哇啦！你到底有？你有咧注重这个优势无？你看我咧送。哎，这个大片啊，用摕宝藏的机会是介大，啊，毋过到底摕到无？现在个，哇，摕到7块大片，你看笑甲安尼啦，爱感谢我。啊真正的，你提供2袋，对。你看看哦，安尼算是有8分地啦，有7分地拢叫因占去啊，哇！真正是参桥的，啊啊！什么？参桥啊，想敢弄跟恁的队名有淡薄仔有关系哦。有啊，来，你讲看卖啊，姐，恁的队名叫做啥？袂歹参桥队。哇！我头先有来问啊，阿姨甲我讲，因为阮学校的人拢是参加我。啊，真的啊！因为阮学校有3分地会参，所以咧，啊，所以。种少侪物件，哦，捌经过啥？种葱啊，长种稻啊，丢啊，对啊，哎，爱做大地看，我就种稻啊嘞。啊，迄量有够济，会使寄一寡阮试看卖无？已经无啊，已经无啊！甲你讲，安尼我甲你讲，你今日的保障嘛已经无。已经无啊！好啦好啦，非常的厉害啦！哦，真正拢是参桥啊，就对啊。对。品业手真欢咧。我讲请飞的时阵才飞哦，爱飞超过1空才有准绳，爱较大力哦。到底敢摕到保障嘞？请飞！哎呦！马上皮。颁奖，刚刚摕到的是遥控汽车。遥控汽车。哇！再来。这遥控汽车就厉害哦，伊会使用手机啊甲遥控。哇！用手机去遥控哦。手机啊，算哦。而且这是爱家己做的，对不对？家己做爱用手机啊嘛会使。哇，这适合恁的呢。这适合因呢。真正的，你有介意无？好啦，今仔日安尼参悟落来，心情啥款？足欢喜的，真欢喜的，多谢你。就大声啊你呢？嘛是赶快，嘛是同款，赶快。真趣味啦。真趣味啊！好啦，多谢恁啊，摕到礼物，搁通啊耍游戏，希望你通啊继续爱台好唔好？好！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台语。对啦，恭喜你！感谢咱的参桥啊，台中来